啊，凍檸茶杯啊！喂，師兄，呢杯咩嚟㗎？凍檸茶杯咯。我嗌一杯，你俾半杯，我唔知算點啊？係，知唔知我最中意喺咩地方打躉啊？茶餐廳。咁點解我咁中意去茶餐廳咧？因為茶餐廳啲嘢食快靚正，同埋最主要就喺茶餐廳裏面同班豬朋狗友吹下水啊，大講是非個感覺咧，真係特別輕鬆嘅。唉，近排有咩搞啊？冇啊，都係咁咯，睇下電視咁今日天氣幾好啊？咯。都幾好啊，出邊有雲咯，有太陽。近排搞咩啊？而且唔知點解咧，喺茶餐廳裏面做出嚟嘅凍檸茶係特別好飲嘅，就連紙包檸檬茶廣告都要標榜自己味道可以媲美茶餐廳嘅。所以每一次我去食嘢，我都幾乎一定會嗌檸茶。不過香港人可能唔知，喺多倫多啲茶餐廳嗌凍檸茶咧，我成日都會遇到兩個問題，就係你每次嗌一杯凍檸茶咧，佢起碼有半杯都係冰嚟嘅，而且水位永遠都係爭咁橛嘅。所以身為一個傳統又怕蝕底嘅中國人，永遠都係得翻呢條路行嘅啫，就係嗌多杯熱茶，倒翻滿佢。但係其實點解好地地一杯凍檸茶要咁樣上咧？我諗嚟諗去，絞盡腦汁都諗唔到，卒之周星馳幫我解答咗。飲桶又咁粗得咁粗，冰又咁大嚿，放咁大嚿杯水，咪啜聲飲完買個第二杯咯。使唔使啊？慳得幾多啊？唔好講咁多廢話啦，你識條春咩？所以今日咧，我就想喺呢度即場做一個測試。譬如話佢每一杯凍檸茶咧，每次都斟少100毫升俾你嘅。如果你唔知道100毫升係幾多嘅話咧，即係大概1/4罐汽水。當間茶餐廳好生意到每日都賣500杯凍檸茶啦，即係每日慳翻50公升嘅水費。而根據水務署嘅收費計算咧，50公升嘅水費大概可以慳翻2毫子。一個月先至慳得個5蚊。睇住先啊，你唔好睇少5蚊啊嗱！你攞住呢5蚊去買1注6合彩，贏埋頭獎又成幾百萬，攞去炒樓炒股票，賺幾百個開又成幾億身家，到時李兆基都要嗌一聲契哥啦。呢個李兆基啫喎。契。